如果想換樓，追求全新樓宇、豪華會所同鐵路上蓋便利，咁就一定唔可以錯過大圍站上蓋全新地標柏傲莊啦。呢個樓盤嘅最大賣點係無縫連接大圍站，同時坐擁超過30萬尺豪華會所及綠化園林，生活品味即時升級。屋苑單位間隔多元化，由2房到4房都有，景觀開揚，部分更可望城門河景。Kelvin 同我哋講，柏傲莊而家3房663尺，入場大約1380萬。同區另一選擇係名城，入場價低一啲，718尺，1170萬左右。咁我身後咧就係大圍嘅柏傲莊啦。咁啊啱啱睇過沙田新城市市中心嗰邊咧，就樓齡都比較耐，好多新界東如果想揾新樓嘅話咧，都會過嚟大圍呢邊啦。而比較全新嘅話咧，就係柏傲莊我哋呢個位啦。咧樓下黐住維坊商場啦，買嘢食嘢啊、戲院啊一應俱全。咁同埋後邊咧，我哋都好多餐廳啊、食肆啊、街市啊、民生咧都好方便嘅。